韓國潮男似 baby， 唔係啩 Hello Hong Kong， 大家好。唔舒服遲到1粒鐘出場 ，fans 一樣咁 high。睇真啲真係幾似 Angelababy 喎。佢尋日搞簽名會 ，fans 差啲逼爆商場啊！佢對 fans 真係好 nice 㗎，唔怪得咁多人冧啦。點知師奶中意啊，細路都暈得一陣陣，個 BB 俾靚哥哥抱得幾開心。fans 為咗令偶像記得自己，搞咗好多花臣啊！真係讀書都未必咁好心機。